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，纳入2党的参选人颜宽恒甲林静怡，伫这个公庙祭拜的活动来相赌，两个人甲公庙的干部徛伫第一排，因两个人的中阁徛5个人，两个人是完全拢无互动。若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来压料，讲这个颜宽恒的发言人张宇轩伫国外啉酒醉闹代志。张宇轩再去到地检署按铃控告周玉蔻。台中中2选区立委补选参选人林静怡准备要拜拜，前立委颜宽恒嘛出现和庙方人员握手，甲清香接落来，伊和林静怡中间隔5个人完全无互动，这是2个人登记参选了后头一摆拄到。参拜了后，颜宽恒针对知情媒体人居玉蔻讲，伊无带伫刷蜡，不完回应讲会采取法律行动。不实的指控，我们都会澄清了哈。那如果对于说需要采取法律行动，我们就会采取法律行动。颜宽恒的发言人张宇轩嘛，和居玉蔻讲，伫国外啉烧酒醉闹代志，伊直接到地检起连控告。只是对人不对事，只要你跟颜宽恒有关，好，不管做任何事情，全部通通都会被拿来批判。张宇轩讲，当时队团到国外做工课，会定前2天破病，根本无法度啉酒闹代志，要告居玉蔻恶意诽谤。嘛公布当时随行权益的录音档，要证明清白。他们就回饭店准备明天要准备的题材跟那个工作。那这7天这时间，都没有异状。一切都很正常。那赢一直互居玉蔻压了，对手林静怡讲，颜家较有知名度，大家较好奇因的背景。除了媒体评论之外，还有一些司法要做一些调查，我觉得蛮好的，让大家看一看啊。林静怡强调，都互法律去查明代志的真相。颜宽恒和居玉蔻你来我往嘛，提早开始这场选择。